王爷，你等等我呀！秦柔，秦柔，哎，王爷，不，太子爷，您怎么来了？秦柔一定来过吧？他人呢？秦柔他是来过，不过那是2天以前了，好久没见着他了。秦柔可曾来找过你？王爷，秦柔没有啊？怎么了？当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？你们又吵架了？明天就要成婚了。哎，王爷，四弟啊，三哥，秦柔她这件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你先别着急，想想秦柔都有可能去哪些地方。昨夜我就发现她有些反常，我本以为她是因为我被册封为太子的缘故，怕我日后疏远她，所以并没有在意。三哥，你有什么话还不能对我说吗？是这样子的，几日前秦柔她就找过我，还说让我跟你齐心协力，我当时就没当回事儿。现在细想起来，她其实早就有离开的准备了。你为何不早告诉我？秦柔她一向一惊一乍的，我哪知道她哪句话是真的呀？都怪我，你别急，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找找。这不怨你，错在我，都怪我。哎，姑娘，看你一脸熟相，想必有什么喜事，不如听我算一卦，预知一下未来也好啊。我算的可好了，这价格嘛，也绝对是童叟无欺。哎，姑娘，如何呀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有喜事儿了？我脸上明明写着4个大字，离我远点儿。哎，姑娘，哟，原来是有麻烦事儿啊！不怕，听我念一段经文，保证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1本经300文，2本经就共500文好了。可是师傅啊，我没有钱呢。我呢是进京投奔亲戚，不料途中却被人偷了钱财。不如师傅你就借我几百文可好？哎呀，姑娘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原来呀，我们是同道中人呐。同道中人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镇子没啥赚头，我劝你多走20年，有的挣。凡事放宽心，没有过不去的。包子，新鲜热乎的。老板，给我来10个包子。好的，10个包子20文。好。不会没钱吧，姑娘？谁说的？我改天再来买。没钱买什么包子？啊，你这小子，我真是个骗子，不是，是个小偷。哎，真是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的。救命啊！你跑！说话！这不是荣家的公子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我听说他家遇难了。是啊，没错，这个荣家呀，也不知道得罪了何方权贵，全家都被流放到3千里外。哎，他俩这是怎么了？让你别跑，听见了没有？说不让你跑，你跑啊！这刘家大小姐从小一直都钟情于荣家少爷，这荣家少爷呢，对她始终是爱答不理的。是吗？自从荣家落难了，这刘家主动上门找到荣家，让这个荣家少爷入了赘。既然入了赘，那他就是刘家的人了。让你跑，就是让你跑。所以啊，这才躲过了流放这一劫。说不让你跑，跑！身为一个男人，居然为了糊口委身一个女子，哎呀，竟然还被她姐妹调戏！我让你跑！喂，这位公
位公子，你说你这样寻死对得起谁啊？你说你对得起救你的刘家吗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吗？对得起你口中的列祖列宗吗？对得起你荣家死去的183口吗？你说你对得起谁？183口。姑娘，我家就没那么多人呢。一般电视剧中说的都是183口，说顺嘴了。什么是电视剧啊？电视剧呢，就是唱戏的。什么啊？别打岔！怡红院里的姑娘有几个没被调戏过的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被调戏一下又怎么样呢？一个弱女子尚且能坚强的活着，你一个男子汉却在这寻死觅活，你丢不丢人呐？丢不丢人你？只有心智不成熟的人才会寻死，心智成熟的人会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卑贱的活着。讲完。掌声在哪里？姑娘说的对，只有心智不成熟的人才会自己寻死，而成熟的人是会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卑贱的活着。听见了吗？啊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这位刘小姐，我想请问一下啊，不知道您的那位朋友与您的容貌相比起来如何啊？他能跟我比吗？我们两个简直是一个天上，一个是地下。我可是我们朋友圈最苗条美貌的女子。哎，那这位公子，说实话，他对你到底好不好？其实也挺好的。有道是他好，我也好啊！懂了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行了，你们就回去好好过日子吧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把日子过好了，比什么都强。你也不是个小孩子了，也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，你该长大了，记住没有？哎呀，你好像我家中的老母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说什么呢你？老板，来屉包子。好嘞，来喽。走。哎，四弟，我府上的事就交给你处理，我要去找秦柔。不行，三哥，你刚刚被立为太子，朝中本来就有些反对的声音。他若你此事一走了之，那些人更不会善罢甘休了。就是，那些御史整天吃饱了没事干，就知道找事儿，无事都能掀起3尺浪。你这不是把县城的把柄送到他们手里吗？皇上要是知道了，该多失望啊！可秦柔怎么办？难道就放任他在外面漂泊，坐视不理吗？倘若真的出了什么事，那可如何是好？三哥别急，不如把找秦柔这件事交给我和尹浩吧。我认识3教9流的朋友多，让他们四处打听一下，必定会有结果。再说，让你亲自找到了秦柔，还没等你们成亲，那些御史的口水就会把你们给淹死。三哥，难道你想让秦柔背上一个不贤不良的名声吗？哎，就剩7、8个包子，只能吃2顿。我好可怜，当务之急就是应该想办法挣到钱。哎，这有包子铺，难道要去这样的地方打工吗？不太好吧。你说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怎么办呢？不是，太吓人了。哎，你们看，来了个人。哎，姑娘，这地方可不能乱走啊！这村子啊被诅咒了。诅咒？什么诅咒啊？姑娘，听你这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难怪你不知道啊！这村子被诅咒的事情啊，周围的几个村子都知道了。
这不，我们几个村子决定派几个人出来，轮流在这里盯着，不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出来，再感染了别的村子。对，现在都不让进了。对呀，要说这个村子被诅咒的事啊，从几年前就开始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只是有点牙龈出血，啊，还有点那个口臭，大伙儿也没当回事。可是后来啊，那些被传染的人走路都摇摇晃晃的，眼神痴痴呆呆的，就跟丢了魂似的。再后来，那些人啊，他们就出现了那个耳聋眼瞎，其中有的人，他跟发了疯似的，他自个儿就往那河里跳了，可吓人了。是啊，这还有更离奇的呢。这个村子里的猫都会跳舞，走起路来它像跳舞一样，有时候还会倒地、打滚、撒泼。再后来，它就往池塘里跳。直到现在，这个村子里的狗啊、猫啊，反正是牲畜和动物，基本上都死干净了。医学专家指出，汞中毒除了会对肾脏造成伤害，从而导致肾病综合征、哇塞，亲，你换了乐视 TV 超级电视哎，好厉害哦！这样行了吧？同时，专家还强调，汞中毒引发的肾病，我是让你看画面呢，你没看见上面那些猫啊狗啊的都跟疯了一样？你看，这叫汞中毒，这些狗啊猫啊都像疯了一样往水里跳，这不是诅咒，他们是中毒了，而且很严重。不过尹晴柔，这关你什么事儿？还是绕道走吧。不行，那是上百条人命啊！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那我不就是造了6、700级？小女子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进去看看。走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姑娘，你不能进去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连累你们的。别，姑娘，姑娘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。你等我一下。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有外人进村了！哎，别喊了，别喊了，我是来帮你们的。外人？谁啊？快说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们长河村？对啊，干嘛？是啊，谁派你来的？没有人派我来，我是自愿的，我是真的来帮助你们。这帮我们？哼，谁要你好心呢？你与我们非亲非故，不怕被诅咒，反而过来帮我们，肯定有阴谋。不是的，你们这个不是诅咒，是中毒了。虽然很严重，但是还是能治愈的。请大家相信我，我是真的来帮助你们的。哼，你来帮我们？嗯，是来毒死我们的吧？然后一把火把我们长河村给烧了，是不是？这样10里8村就都安全了。不是的，是不是他们那几个村子拿钱雇你来的？不是的啊！这重赏之下，这是必有勇夫啊！我说姑娘，你就不怕出门掉河里？我把他赶走！走！不是，走，快点走！我真的是来帮干嘛？独孤，别这样，他们很可怜的，我真的想帮助他们。他是谁啊？咱们别着急，万一他真是来帮咱们的呢？青柔，听我劝，离开这儿吧。这个村子连最好的医馆都治不好，更何况你一个弱女子。你要执意进村的话，自己都可能被传染上。不行，独孤，我不能走，我一定要救他们。要不你先走吧。青柔，算了，我留下来帮你。谢谢你，独孤。请大家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大家治好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为什么相信你啊？哎呀！这里可比王府差远了。哎，独孤，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？我一直觉得身后有人，难不成是你啊？早上我去王府，刚好看见你从墙上溜下来，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又不好阻止，所以只有一路跟上来。我是怕你有什么危险。不过独孤，刚才还是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出现在村口，我还真的挺麻烦的。青柔，你真的想好了，以后不再回王府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我再也不回王府了。反正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自食其力嘛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还是赶快治病吧。走吧。请大家相信我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10日之内一定会有所好转的。
姐姐，你真的能治好我的病吗？我可以和外面的小朋友一起玩了吗？当然了，只要你按照姐姐说的做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那我讲一下治病的方法吧。首先呢，大家千万不要再饮用村里的河水了。如果口渴的话，打上来的水，先在水里面放一些木炭和划开的仙人掌，等沉淀沉淀再喝。因为我怀疑这毒就出在这水里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谁要毒死我呢？对呀，亲，不是谁要害你们，而是由于水污染造成的。当务之急呢，我们就先把毒给解了吧。大家回去以后呢，首先要将麻油、鸡蛋清和豆浆搅拌在一起。头几日呢，多喝一些，后面呢，再逐渐的减少。日常生活中呢，多吃胡萝卜，多喝豆浆和牛乳。我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了。等我想到其他的，我再告诉大家。有些原料呢，村里面没有，我现在就去买回来。大家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。算了，反正都是一死，无非啊早晚的事儿。哎，看这姑娘倒是挺面善的，不如待会儿让她先试试怎么样？试试，行，那就先试试吧。既然大家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不负众望的。那我们就相信你了啊！那大家就散了吧。对，准备吧啊！准备。走。看来还是我去吧。你去干什么呀？你又不知道买什么，你就留下来照顾他们吧。好像某人的钱袋被偷了吧？哎，你知道啊？那你干嘛不帮我抢回来，害得我饿肚子？我也是看到你付账的时候拿不出钱，才想到前面那个人是贼。我也不知道。怎么，生气了？我哪有那么小气啊？我是要给你写你需要买的东西呢。妻儿啊，儿臣在。晴柔找到了吗？回父皇，还没有，到现在毫无音讯。妻儿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。朕知道你为晴柔出走的事情，心神不宁，可凡事都要有个轻重缓急，要有个度。看看吧，这本奏折是你批的吧？儿臣罪该万死。你是有罪，但不致死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我知道你担心晴柔，可你现在是一国太子，将来的江山社稷、祖宗基业，全系于你一身呐。父皇。现在还有我在这顶着，哪怕真的出了什么事，别人不会说你太子无能。将来一旦我撒手人寰，背负千古骂名的可都是你呀。不用多说了，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。父皇，您的身体，要不传太医再来瞧瞧？好了，去吧。儿臣告退。独孤，怎么是你？
还有谁跟你一起来的？啊，你别担心，没有其他人了。王府的人也不知道我过来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不想在王府待下去了。独孤，你带双儿走吧，不管去哪儿我都跟着你。就算只吃糠咽菜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，好不好？双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不想待在王府，我可以理解。你想去哪儿，我也愿意送你去。但是，我是不可能带你走的。为什么？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我改好不好？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。我根本不喜欢你。难道你也跟那些庸俗的男人一样，看不起双儿是从烟花柳巷出来的吗？双儿，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的出身，更没有看不起你过。话已至此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。如果你想离开王府，我会安排人给你准备好，让你衣食无忧，不再让你为银两而发愁。但是，我绝对不可能带你走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。真是胡闹！为什么我孔双双总是被拒绝？为什么我就得不到男人的宠爱呢？老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独孤，星柔，牛乳不太好找，只找到这些，但其他的都齐了。已经很不错了，值得鼓励。把这些给我吧，我让他们分发出去。嗯。千万不要再喝井里的水了啊！谢谢。大哥，来，一定要多吃胡萝卜。谢谢。大哥，你得多喝点。哦，好。谢谢。没事。谢谢。哎，小石头，来。哎，小石头，姐姐，我的牙齿会好起来吗？当然会了。你现在到了换牙的年纪，等到你牙齿好了以后，刚好可以换牙。所以说到时候你可以跟外面的小朋友一起玩了。姐姐，你懂得真多，你是天女下凡吗？姐姐可不是天女下凡，姐姐是个普通人啦。好了，你过去玩吧。哦。哎，去哪？去哪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！你们两个坐下去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可是良家少女。好过来。哎呀！你开始。来来，我玩。有。